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细汉的时阵，我足惊鸭，但是即马我袂惊，因为电钱贵闪闪。水某啊，公司派我明仔载去台北出差，你大家出差我拢足烦恼咧，唔免烦恼啦，我会随时倒来，我就是烦恼多啊。我半暝头入手机的时阵，我妈妈雄雄开门入来。哦，一般的狗、猫、马、天竺鼠、老鼠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定来看。留伫 Camber 明白暗时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连假后的老师。好，恁连续迄过来咧叫爽哦，来赶课。有没有要买东西？有没有买东西？没有哦，走喽。